花生吼，伫咱后尾嘅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作物，对无？是，农产品最重要的啦。伫台湾省来讲，婚姻官占上多。哦，婚姻官是，大概10粒有将近要8粒拢是咱婚姻官。 10粒土豆，8粒来自咱婚姻官啦。是这土豆汤有够好食的。安尼听讲咱家是一条龙的哦。因为土豆咱拢知影吼，进口会占真济啦。啊，咱台湾土生土长的土豆，尤其是好买的所在，这个沙质壤土哦，伊做肥沃，所以营养成分做好。土质好，因为它都会当生食嘛。哎呦，当车的原因我再甲恁讲，好好无？来，一人一康。一人一空。来，规个啊先定起来吼，规个啊定起来了后，最好甲套。亏了啊！啊，我掠这个头章掠1点钟，你叫我甲缀落哦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到车来啊。所以我就甲规个摕，你治我都无治嘛。紧解迄阵你就甲烤起来，嘿。啊，前仔毋是板是用烤，无啊，先烤伊是生咧土底咧。规张甲放起来哦。所以串出来哦。嘿，大咧就甲揪起来。大咧就甲你，喂，土豆伫遮啦！伊迄罐足大罐呢。这罐这大看吼。啊，原来土豆生咧土卡啦。是啊。我想讲奇怪，这顶罐也无土豆啊。啊，所以阮拢会每年拢会办食农教育，就是安尼。真侪人唔知影土豆是生咧顶罐来下骹。大个囡仔，拢计是土豆生咧树仔顶罐。对啊，伊无来过，伊唔知影。